Perez 提早被解約黯然離場，Lawson 兩場嘅紅牛生涯，角田裕毅晉升之後喺主場嘅掙扎。呢個所謂被詛咒嘅紅牛2號車位喺過去6場 F1 比賽已經有3位車手坐上咗，但係 Perez 同 Lawson 兩位都已經因為表現冇辦法追上隊友被替代。角田裕毅嘅紅牛生涯亦都睇似開始得唔簡單。F1 喺2022年大改例之後，紅牛再次奪得車隊冠軍，到咗全年22場比賽贏咗21場嘅2023年賽季，然後轉眼之間喺2024年已經失落咗車隊第1嘅位置。2025年嘅賽車變得更加難駕馭，狀態變得飄忽之餘更加難以預測。喺呢短短嘅4年之間，紅牛無意之中製造咗一隻只有 Verstappen 能夠控制嘅怪物。究竟紅牛嘅賽車出現咗啲咩問題，令 RB21咁難應付呢？Verstappen 喺 Lawson 迅速被替代之後，非常之清晰咁表明佢係支持 Lawson 嘅，表示車隊喺呢一刻嘅問題並唔喺車手度，而喺賽車身上。Verstappen、Perez、Lawson 同角田裕毅對紅牛呢2年嘅賽車都有一樣嘅投訴，就係賽車嘅 operating window 太細。Operating window 就係容許賽車發揮最大潛力、達到最高速度嘅一個工作窗口。賽車本來就係一個提供速度嘅平台，車手同車隊就係需要用唔同嘅設定，令賽車喺唔同賽道上都能夠揾到呢一個區域，做出最好嘅成績。而紅牛嘅技術總監 Pierre Wache 喺開始發展 RB21嘅時候已經表示，車隊為咗賽車整體嘅潛力同表現，會維持一個窄嘅工作窗口，車隊能夠為協助車手適應犧牲賽車嘅潛力。但係咁樣只會令到工程師嘅工作變得更加困難。要解釋呢一部分，就可以用一個金字塔嚟形容。一架車嘅潛力就係呢一個金字塔，闊度就係工作窗口，高度就係速度。呢個金字塔嘅高低同闊度就會根據賽車嘅設計同設定改變。當賽車嘅工作窗口好似金字塔底部一樣咁闊嘅時候，速度都唔會高。但係要提升速度，工作窗口就一定會變得更加窄。呢個就成為咗呢一刻紅牛最大嘅問題，因為依家嘅賽車速度喺賽道上依然係上游嘅級別，但係只有一位車手能夠揾到工作窗口，將呢一個速度發揮出嚟。而呢一位車手係一位4屆嘅世界冠軍，並唔係 Perez、Lawson 或者角田裕毅能夠輕鬆達到嘅水平，所以就令到過去呢1年幾起步排名入邊紅牛三文治嘅情況經常出現，同時都能夠解釋點解呢一刻2隊 V 級嘅賽車會所謂比紅牛快嘅原因。Verstappen 都表示 V 級會有一個更加闊嘅工作窗口，更加容易發揮出賽車嘅速度。但係整體嚟講 ，RB21 如果揾到狹窄嘅工作窗口，極速依然會比 V 級高。Verstappen 喺中國站最後階段、日本站嘅勝利同沙特阿拉伯站入邊，就能夠見到 RB21 應有嘅潛力同速度，的確比 V 級高嘅。不過呢架賽車有咩特點，令只有 Verstappen 能夠揾到速度呢？車隊負責人 Christian Horner 就再次強調，賽車唔係為 Verstappen 而設計嘅時候表示，車隊只會根據資料同數據製造一架最快嘅賽車。而喺2022年賽季入邊 ，Verstappen 對賽車嘅 understeer 問題不滿，所以車隊就喺升級入邊將賽車嘅重心向前移。結果 Verstappen 能夠揾到更加快嘅速度。不過當時嘅2號車手 Perez 嘅表現就反而開始下滑。Horner 都喺訪問入邊提到，車隊只會為勝出比賽而調整賽車，並唔會特別偏心一位車手。只係喺 Red Bull 呢一個情況入邊，製造出最快嘅賽車並唔包括要令2位車手都能夠變快嘅條件。而 Verstappen 的確好快，不過當車隊需要贏比賽而改變賽車嘅時候，漸漸就會變成咗只有 Verstappen 嗰種獨特駕駛風格先能夠應付。喺繼續解釋落去之前，就需要先解釋下 Verstappen 嘅風格。喺2022年 Ground Effect 年代開始之後 ，Verstappen 極速咁換咗一套全新嘅駕駛方法應付。好多人都應該聽過 Verstappen 係中意 oversteer 噶啦，但係佢嘅駕駛風格特色唔止係咁。Verstappen 嘅剎車時機並唔係特別遲，唔會依賴突然高壓嘅剎車方式入彎，確保喺減速嘅時候，賽車唔會因為平衡突然間向前轉移，令賽車車尾失去抓地力。佢嘗試揾優勢嘅地方，唔喺減速嘅時候，而係加速嘅時機。為咗能夠提早加速，過彎嘅路線就要盡量拉直，集中嘅地方就喺轉向賽車嘅時機。呢個時候就要用到 oversteer 啦，盡快將車頭指向出彎嘅位置，減少賽車成個轉向動作嘅時間，從而加快賽車能夠加速嘅時機。而正正就係呢一個 oversteer 嘅特性，加上佢與生俱來操控賽車或者俗稱救車嘅能力，令 Verstappen 能夠長期以一種類似走鋼線嘅方式駕駛，
同時都令佢嘅駕駛風格難以模仿。Verstappen 為咗利用 oversteer， 所以中意比較敏感而且平衡偏向前嘅賽車，消失嘅就係大部分車手喺過彎時比較依賴嘅穩定性，令過去幾位紅牛2號車手都冇辦法用一樣嘅賽車揾到任何相似嘅速度。而呢一刻 RB21 已經發展到一個連 Verstappen 都開始難以控制嘅地步，咁就係因為紅牛已經去到之前提到金字塔嘅尖端，賽車有一定嘅速度，但係只能夠喺非常之極端嘅工作窗口入邊揾到。咁點解麥納倫或者平治嘅賽車有咁好嘅速度，但係就冇 RB21 嘅問題呢？咁就係因為呢啲隊伍嘅賽車設計本身就容許車隊有比較大嘅自由設定空間，比較容易喺有較闊工作窗口嘅情況下揾到好嘅速度。其中一個關鍵就係車頭嘅懸掛設計。麥納倫擁有今年暫時最快嘅賽車，車隊負責人 Andrea Stella 都表示佢哋預算咗一啲工作窗口上嘅問題。不過因為佢哋喺 MCL39 上面做咗少少改變，令情況得以受控。其中一個改變就係車頭懸掛增加咗大量嘅 anti-dive， 阻止賽車喺剎車時因為重心轉移令車頭改變高度。控制頭翼更加接近地面時，會因為 ground effect 製造更加多下壓力，進一步影響賽車平衡嘅情況。變相令 Norris 同 Piastri 兩位車手都能夠有一個相對比較穩定嘅平台發揮，但係呢個設計就會減少賽車轉彎時能夠製造嘅 oversteer， 變相令賽車變得唔適合 Verstappen。所以紅牛嘅賽車喺過去幾個賽季入邊並冇向 anti-dive 呢個方向發展，漸漸變成咗一個非常之敏感嘅車頭設計。除此之外，另一個 anti-dive 設定影響嘅地方就係賽車 floor 同地面之間嘅距離。呢一代利用 ground effect 效果嘅賽車非常之依賴 floor 製造嘅下壓力，但係 floor 嘅效率會因為同地面之間嘅距離改變而上升或者下降。而 floor 嘅設計經過精密嘅計算，每一隊車隊都知道賽車喺邊個高度會有最佳嘅氣動力效率。紅牛嘅賽車喺減速時前後高度改變會比較大，而喺轉向時，賽車可能因為 body roll 問題令左右 floor 高度改變，導致 floor 有機會喺過彎時突然間損失下壓力，進一步影響到賽車嘅穩定性。呢個就係 Lawson 喺紅牛時面對最大嘅問題，因為佢驚賽車改變高度時帶嚟嘅不穩定，所以喺賽道上入彎會更加早減速，減少賽車平衡改變嘅幅度，避免失控。喺彎心速度同出彎時機方面都比較慢，同 Verstappen 非常之準確同好少犯錯嘅駕駛方法相比之下， Verstappen 喺比賽期間能夠精準咁控制賽車嘅動作，嗰部賽車喺轉向嘅時候唔會突然出現失去下壓力嘅情況，令 Lawson 喺中國站嘅速度同 Verstappen 出現天淵之別。而今年嘅賽車依然未能夠完全解決上一個賽季嘅問題。RB20 喺2024年賽季嘅問題，我之前都講過，佢哋曾經嘗試將懸掛系統校得更加硬，減少賽車減速或者過彎時出現嘅平衡問題，但係就令賽車冇辦法應付路膊同埋賽道本身嘅凹凸不平。呢個問題明顯喺 RB21 依然存在，令賽車嘅工作窗口受限。除咗懸掛嘅設定之外，其他車隊仲有將會被嚴厲規管嘅 Flexi Wing 設計，協助平衡賽車喺直路同埋彎入邊唔同速度情況下嘅下壓力需要。呢個都係紅牛其中一個落後嘅地方。不過紅牛內部估計喺西班牙站開始，因為賽例被收緊，麥拿倫等等正喺度充分利用 Flexi Wing 漏洞嘅車隊將會每圈損失 0.15 秒嘅優勢。但係呢一刻紅牛依然處於劣勢，有種種嘅原因令呢一個紅牛王朝迅速崩塌。除咗喺賽道上嘅問題之外，賽道外嘅問題都喺度影響緊紅牛嘅賽車。最為嚴重嘅就係車隊風洞太舊嘅問題。紅牛嘅風洞隔溫能力比較差，令風洞入邊嘅空氣密度隨住英國萬變嘅天氣變得飄忽，構成車隊喺測試新零件或者升級嘅時候，數據會因為室外溫度改變嘅情況出現，導致風洞數據同實際賽道表現出現差別，造成非常之嚴重嘅 correlation 問題。呢個原因都能夠解釋紅牛喺星期5練習入邊比較差，但係好多時候能夠喺星期6反彈嘅現象，就係因為車隊會根據總部嘅數據設定賽車，但係因為總部嘅數據唔準確，令賽車嘅表現比較差，需要車手喺星期5臨時收集賽道上嘅實際數據，俾翻總部嘅技術部門同模擬器車手通宵揾新嘅設定，改善賽車喺星期6嘅表現。雖然車隊面對住咁多嘅問題，經過呢一個賽季嘅5場比賽之後， Verstappen 依然能夠靠個人嘅表現為紅牛帶嚟1個分站冠軍同2個頭位，並出奇咁能夠喺車手榜挑戰第一。但係翻到2號車手嘅位置啦，角田裕毅能唔能夠做到過去幾位2號車手做唔到嘅事，起碼跟上 Verstappen 嘅影子呢？佢比 Lawson 多3年嘅經驗，同時有更加多嘅機會，
Horner 同 Helmut Marko 都表示佢會喺紅牛留到賽季結束。暫時角田裕毅經過 Triple Header 嘅3場比賽之後，表現比 Lawson 好，但係絕對未稱得上對版。佢喺日本站第一次感受到駕駛 RB21 嘅感覺，不過因為練習受到多次紅旗影響，角田最終選擇咗風險比較低嘅高壓壓力設定，令佢喺比賽入邊冇辦法爬頭。但係以成個禮拜嘅表現嚟講，已經睇得出比 Lawson 更加有能力，或者更加有機會能夠應付到 RB21 呢一隻怪物。然後喺完全唔適合 RB21 嘅巴林賽道，因為賽道非常之高胎後嘅特性，加上本身就會令車胎過熱，令車手需要減少 oversteer， 導致 Verstappen 嘅表現下降。但係呢個改變對角田嘅影響唔大，佢維持水平，獲得佢喺紅牛嘅第1分。喺沙特阿拉伯站就一個細微嘅犯錯，對賽車構成好大嘅損壞。不過意外對佢嘅信心冇好大嘅打擊，佢能夠連續2場進入 Q3， 並提供氣流協助 Verstappen 奪得頭位。可惜喺比賽入邊同舊隊友碰撞，如果唔係，好大機會能夠再次得分。呢一刻角田嘅狀況比本來預期樂觀，雖然佢喺過彎時依然會損失時間俾 Verstappen， 未必能夠快速適應賽車嘅過彎風格，但係佢無論喺心理強度或者駕駛經驗都比 Lawson 多。呢一刻佢睇似能夠達到相近 Perez 上游守尾門嘅速度，但係之後能唔能夠協助紅牛發展一架唔單止係 Verstappen 能夠駕駛嘅賽車，同時協助車隊喺積分榜上挑戰平治同法拉利，就係下一步更加困難嘅考驗啦。先喺度祝角田好運，究竟紅牛今年嘅命運會係點？今年嘅結果又會唔會為 Verstappen 嘅 F1 生涯作出重要嘅決定呢？呢一刻似乎 Verstappen 喺合約入邊有條款表示，如果佢喺暑假時唔喺車手榜頭2位，佢就能夠自由同其他車隊商討新嘅合約。呢一刻佢喺第3，如果到咗暑假依然係維持現況，佢自己未來嘅主導權就會落到佢嘅手中，唔代表佢真係會走，只不過佢多咗一個選擇啫。最終結果會係點，就等我哋繼續睇落去啦。